舒互阮有即个机会，搁一摆会当听韩主理的话语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！也恳求主你圣神帮助阮，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，拢对主你来得到上大的利益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我想前一阵有一条新闻真轰动全世界，就是泰国塔卡球的迄个队员，因走去一个公坑内面，结果受困在那个里面。就是泰国一队踢骹球的少年，伊就想讲叫因的教练带因去一个公坑，一个真出名的一个公坑叫睡美人洞，因想要去内面探险。结果因入去，无迄个公坑内面弯弯翘翘、弯弯低低，所以因对一开始在冒险的时阵，一个走伫个公坑内面，结果伊爬一个较悬的所在的时阵，已经差不多1点钟久的时间。结果因我头转去时，发现因正前要入去的遐个所在，因水淹起来啊，因煞袂去出，所以伊就调伫个内面，真着惊。结果有人就发现，然后搁救因出去。这规个整个的这个过程，我想有几若天的新闻。拄好也讲着世足大赛的，差不多迄个时阵，真受到全世界的注重。咱看到整个的过程内面，因入去是一个起头，因互救出来是一个结局。总是伫即个大起头甲大结局的即个中间，也有真侪小小的迄个阶段，有小小的阶段，咱来看。头一个阶段就是因入去的时阵，是一个小小的阶段，因好奇。结果因受困伫迄个公坑内面，是一个小小的结局。因伫即个结局，碰到即个结局，也正做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。因咧面对即个阶段的结束甲开始的时阵，因惊，毋知要安怎，水淹起来，因袂去出。伊嘛无炸啥物物件。身躯边无水，也无食物，也无食的物件，伊就只有苦苦在等。在等的即个中间，迄个教练就教导遮的细囝讲，咱就耐心听候，搁较找，因为下面的水垃圾，伊就搁较位搁较悬的所在，搁爬去有迄个岩石滴下来的那个水较清气。伊就讲，咱暂时用即个水，至少袂喙干吼。所以这是对因发现因受困伫迄个公坑内面的时阵，是一个头一个阶段的结束。然后因愿意来面对这个困境，是一个阶段的开始。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的开始，佮因就在等，等到有人发现因的时阵，佫是一个真好的结局。然后这个结局，互人发现的这个结局，佫带来下一个阶段的开始。就是互人发现望着，想讲哇，安尼真好，互救出去有希望啊！总是咱讲看一个，因一天日子咧过的时阵，咱发现其中有一个救难人员安怎死去？因为入去出来时，他们要潜水的才有办法进去，但是里面因为它那个山洞本身，它那个坑道非常的崎岖。非常的有的地方宽，有的地方非常的狭窄，所以有一个救难人员死伫遐，死去。面对这种的结局，无论是伫咧公坑外面一大阵，在研究要安怎甲因内面的人救出去的人，就想讲安尼惨啊，安尼一声，佫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开始。啥物阶段开始？佫较找佫较侪会适当的方式，会当将内面遮的人救出去。内面的人想讲，哇！这声正前遐尼大忙想讲会当出去啊！这时哇，哪会连救难人员拢无法度通安全出去时阵，这群少年，因已经摇巴肚摇几6天啊，因若无气力通好搁潜水，要安怎？因搁爱对即个开始，搁面对下一个即个阶段，要安怎来面对？结局就是因最后一个就出来，这是一个真好的结局。
所以咱的人生，咱看，即个一个大开始甲大结局的中间，有遮尔侪细的即个阶段，咱的人生就是对侪的起头甲结局所累积出来的旅程。咱今仔日所看的即段经文，记载传道书第7章第8节到14节。其实，伊是含第7章的第1节到第7节，是一个真大的一个段落。它第7章的第1节到第14节是一个很大的段落，8到14节只是在不断在重复1到7节的一些重点。咱先来看头前第1节，第7章的第1节讲，人死去的日子比出世的日子搁较好。我想有底是咱讲咧读经兄姐。发现也有捌读过一段经文，是安怎人死去的日子比出世的日子较好咧？出世是人的起头，死亡是一段咱人生旅程的结局。死亡，当咱面对死亡这件代志，会互咱生发出想要继续活落去的意志，会激励咱人发现家己稳重的快乐，袂将无可能变做可能。咱无法度选择。也无法度控制咱要如何来出世，咱也无法度去明白万项事的起头，咱会碰到啥物款的情形。可会咱训练家己，调整家己，要安怎来面对，互代志的结局会当赢过代志的起头，就亲像拄则所讲的，迄个泰国塔下球遐少年伊所经造就的遐一切。是安怎咱的结局会当赢过咱的起头？就是因为咱的生命已经伫即个开始甲结束的即个中间，咱的生命已经受到调整，已经改过换新。然后咱看第3节讲，忧闷比笑较好，因为面带忧愁是互心快乐。我想大家咧看即段经文嘛，感觉怪怪，是安怎忧愁比欢喜较好诶？啊是安怎面带忧愁？是互心快乐是安怎样？当咱咧面对一项代志，咱忧愁想拢无的时阵，会刺激咱有搁较侪的思考，会激励催逼咱搁较亲近上帝，倚靠仰望咱的主。忧愁互咱人知影讲，咱人实在是真有限，咱人真有限，会当。若是安尼，有安尼想着，咱谦卑家己，安静听候伫上帝面前，观看上帝的作为。有限人的有限实在是一个问题。有限实在是问题，因为咱毋免将所有的重担拢摕来担伫家己的身上。咱毋免将所有的重担拢担伫咱的身上，迄足艰苦的。所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出世，迄才是死亡；忧闷，迄才是欢喜。咱即条锁，拢牵伫咧上帝的手中。上帝才是掌权的迄一位。咱无法度夸口家己的未来，独独只有上帝才会当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掌权。顶礼拜建成2队，咱篮球队有比赛，因输啊。总是伊虽讲输，却是真光荣，足有阳光的。我想每一项比赛，大家拢想要赢。日光下面的胜利，足吸引人的，大家拢爱追求。每一个人拢爱追求迄个胜利。若有比赛时，大家拢爱赢，无爱输。想要赢是一个起头，伊是一个起头。这个起头，互咱在想要赢的这个过程的中间，咱互相勉励、互相劝励，借着练习甲侪比赛过程的中间，咱的生命会哪来哪成熟。咱若是咧劝练的时阵，咧仰望是光顶礼拜牧师讲的，咱若是仰望是光顶面上帝的欢喜，咱的生命就会哪来哪成熟，就较会显现日光顶面的胜利。迄种改旧换新的生命，会互咱伫平常时的生活也共款得到利益。输赢，无论是输还是赢啦，不过是一时仔久啦赢。欢喜若是赢，欢喜也是一时仔久；输也是啊，淡薄仔怨叹也是一时仔久。
总是正确的信仰的态度，却是有永远的好处。所以无论比赛是赢是输，日光顶面的结局，拢一定会较赢日光下面的起头。所以第几集今仔日的经文第几集讲，代志的结局赢过代志的起头，心吞忍的赢过心骄傲的。咱讲看即段经文上尾14、13集、14集遐有讲，你着想上帝所做，因为伊互伊冤的是一罪，为互伊变得。幸福的日，你着欢喜；拄着患难的日，你着想，因为上帝互两项平平白的，为着要互咱人查袂出身后有啥物代志。我想即段经文，咱对头拄只安尼一路看起来，咱就知影，当咱看到上帝的作为，就知上帝互顺利甲患难平平来发生。顺利有时，患难有时，是要安怎？是要互咱知影敬畏甲谦卑，互咱知影明白，咱人实在是真有限，因为咱无法度控制咱会碰到啥物款的境况。当咱一直碰着弯挑崎岖坎坷的时阵，咱会当透过思考，透过有智慧的人，甲咱的劝勉，或者甚至是责备，互咱家己当发现家己问题是出伫咧倒落，调整家己，训练家己来面对遮个困境。因为智慧会指引人，为保全咱人的活命，互咱袂受着伫日光下面的环境来控制。咱袂受着咱的环境来控制，颠倒会当用日光顶面的暗网来赢过现在的困境。当咱开始一段新的旅程，咱的起头，咱真有热情、有活力、有伟大的梦想。一般人也会有真详细的计划，才开始来行这段旅程。当一切进行真顺利的时阵，就会互人袂记得家己的有限。若是安尼，智慧人就可能会变做是愚妄人。就亲像咱知一寡生理人，伊一开始做生意一定会规划足侪，啥物钱啊、人啊、啥物物件拢会传好好、传便便，好要开始。若开始真顺利的时阵，可能到一个阶段，当他有更大的利益、有利可图的时候，有搁较大的利益的时阵，伊可能会失去原本的伊的原则。所以智慧人有可能会变做无知的愚妄人。咱若毋知影家己的有限，心存谦卑的人也有可能变做自我、骄傲。就亲像有一寡人对下面开始爬到真悬的地位的时阵，伊就袂记得家己，是应该爱安怎，是一个应该爱安怎的人，伊变甲自高骄傲。所以箴言书33章第8节、第9节遐有一位智慧人亚当耳的祈祷，伊讲：求你互富贵甲白贼离开我远远，互我无爽享也无好业，使互我到业的面食，行了我饱足就毋认你，讲耶和华是一罪。我想即段经文即个祈祷，大家也真熟。恳求主，互富贵甲白贼离开我远远，互我无爽享也无好业。即位智慧人阿公耳，伊一开始伊就知影讲，咱人若毋知影人的有限，伊的结局会真凄惨。正像咱所读的约伯记内面，咱知影约伯伊有经过顺境的考验，伊并无伫饱足的时阵放袂记你上帝。总是当灾下到伫约伯身上的时阵，约伯就对上帝提出真大的质问。最后，上帝回应约伯讲：你要废无我的公平吗？你要定我有罪来显明家己做义吗？你有上帝迄种的手骨，有上帝迄种的气力吗？
咱知上帝一直到伫最后才回应约伯，上帝用伊的创造来回应约伯，上帝用伊创造内面的河马吼，上帝讲：看啊，我造你也造河马。我毋知大家是讲河马吼，但他还咧看到河马，有迄伫个动物园可能在看到河马。想对嘿啊，迄当时我想讲河马上帝做咧河马，毋知咧创啥吼。上帝安怎来讲伊所创造即个河马咧？伫约伯记40章19节讲，河马吼，伊的快乐是上帝所创造这个间的第一。创造伊的会用倒一份伊，河马的力量是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里面是头一个第一名啊！只有创造它的能够吸刀拿着刀亲近临近它。意思是讲，咱拢是受造的，无人敢挖滚河马。有一天我看到毋知倒位传来的迄落赖内面有迄个网络，伊一个影片是和河马有关系。那个影片里面呢，就是河马，那个在那个一个水源地有那个野牛哦，野牛都会到那个河边喝水。有一只稍微小一点的野牛不小心被河里的鳄鱼咬住了。咬住它一只脚，那这个小野牛要挣脱，要往岸上跑。那鳄鱼当然是把它怎样，想要把它往水里拖嘛。一大群的野牛在旁边，当然一定有它的爸爸妈妈、它的亲族这样，站在旁边也不能怎么办？鳄鱼继续的拖它，要把它拖下水。那这个小野牛虽然是小，但是也是很大只啊。那这个小野牛是拼命的一直要挣扎往岸上逃跑。好，一只脚在鳄鱼的那个嘴，我们都知道很可怕。好，就这样挣扎拉扯的过程当中呢，眼看着这个小野牛已经快要输了，快要被鳄鱼拖下去了。可是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在河里面熟来了一只河马。然后呢，鳄鱼二话不说，嘴巴放开就跑了。鳄鱼这么怕河马呀？我说可能呀，原来连鳄鱼都怕河马哦。所以其实咱无法度理解上帝的创造。搁较侪时阵，咱无法度理解上帝为虾米互某一件代志来发生。当咱亲像约伯，逐项代志想要创清楚的时阵，迄个背后是咧说明咱家己想要。对逐项代志，咱拢爱有把握。我们其实对每一件事情都很喜欢要有所掌握，无人无意爱迄种无受控制的人生。咱的人生若是无受控制，我想足侪人可能会掠讲安尼，那这项也无受控制，迄项也无受控制，逐项代志咱敢拢毋是我会当控制的，迄当阵咱会动，可能有的人会动袂了。就知亲像今仔日经文13节有讲，上帝爱互伊弯的死水会互伊变直啊。就部内面，我想大家，咱逐礼拜拢有大道事项嘛吼。伫大道事项内面，我毋知大家有发现，大概咱有着信心灵软弱的肢体咧大道的时阵，内面有一个名字一直出现。就是林以诺小朋友，伊咯，这个小朋友有一摆，老师和文化部部长郑委长拢去甲伊探访，听到伊咯小朋友的妈妈有侪分享。这位小朋友一开始出世的时阵，伊有癫痫，到3岁的时阵呢，大发作，伊的人生。到伫现在，伊的成长比一般的人慢足多，足慢的。一开始碰到即款的情形，我想每一个做父母的，若是即种的代志发生伫家己囡仔的身上，咱一开始一定无法度通好来接受，无法度接受即个事实。
就是等伊开始在面对这个开始这个起头的时阵，真痛苦，因为受到侪人甲因有侪的意见，甚至有的人甲因指责讲啊，你哪会无安怎，所以你即摆会安怎安尼？真痛苦的一段开始，一段旅程。伫即段旅程中间，阮伫遐听到因老妈妈、爸爸妈妈因的分享，感受真深。牧师也真受到因的鼓励，是安怎讲？因为如果伊的妈妈讲，因最后因着接受这个事实，接受落来，因着吞忍、听候。等因也家己放慢自己的脚步的时阵，伊讲，当我们放慢自己的脚步，不再催促了他，不再一直期望他要像一般的人正常这样子做什么都很利落、都很快，学习都很快的时候，他说，当我们放慢脚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发现，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美好。他每一次进步一点点，可能是今天流比较多口水，明天就没有那么多口水，因为有时候吃药就会有副作用。只要是进步一点点，迄种的欢喜会互因感受真久的时间，那样子的高兴，他们说这样子的喜乐可以让他们持续很久很久。那有时啊，我们的步伐实在是太过紧，在这个快速的时代，因为这个速度太快了，往往使得我们这一些可以叫做好正常的人、一般的人，看不见生活当中的小确幸，即码讲小确幸吼。因为咱拢就做侪代志，咱拢感觉是理所当然的代志。伫久久听候甲恁来的中间，因看到四命真水的所在，咱的有时啊，咱只有心情，咱家己实在是真有限的时阵，就亲像伊落因的爸母安尼，心情家己实在是真有限，实在是毋知影到底这个代志是安怎会来安尼发生，愿意降服、接受、忍耐、听候，才会当观看上帝的作为。当咱的人生踮伫弯曲的道路的时阵，若是愿意伫上帝面前承认家己的有限，咱就会柔软，愿意调整家己，接纳现在。咱若是会当伫困境、仰望上帝徛在的这个结局，就一定会赢过伫起初当初迄个赢家己意思最好最大的迄个起头。但是伫人生的过程的中间，伫咱的现在，咱会当降服上帝，仰望上帝。伫现在徛在的时阵，伫弯曲崎岖的道路徛在的时阵，这个结局就赢过当初迄个赢家己意思最大的起头。然后这个徛在这个好的结局，会带互咱下一边，咱会当有搁较有气力来面对。下一个阶段的起头，亲像咱拢知影有一个项代志，就是咱人身躯加减有一寡毛病，特别是咱年岁愈来愈重的时阵，有一寡毛病咱拢知影，食药啊无效。医生会甲你讲，吼，你是安怎讲安怎，总是吼，这个药啊食落去只是治标不治本。我想大家应该拢有即种的经验。治标不治本，这个毛病一直伫的，食药有副作用，就卖食要安怎？只能跟这个疾病和平共存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就是和平共存嘛。像之前传道伊耳康伊有耳鸣，伊讲伊形容伊的耳鸣的情形，就敢若有迄个交响乐伫伊的内底咧隆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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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隆，所以有时啊，伊有的迄个音频伊听无够清楚。伊为着这去做足侪检查，医生讲，这无法度啦。耳鸣吼，耳鸣就是耳鸣的，就是一般咱来讲老化的现象的耳鸣嘛。
就和平共存啊，袂要安怎？好，咱知影咱的身躯，若有医袂好，迄才是即马无法度通医的时阵，咱就甲伊和平共存。咱若是面对教会，伫教会咱的肢体，咱每一个肢体兄弟姊妹，阮每一个人拢是也真有限，咱也有家己无法度改变，无法度医好的迄个情形的时阵，咱要安怎？咱拢是有罪人，咱拢是有看病的人，因为咱拢需要耶稣。咱每一个人拢有医袂好的迄个所在，啊，要安怎？同款啊，咱只有接纳伊，和伊和平共存。因为迄个兄弟，你就是迄个姊妹啊，伊可能是你的正手、倒手，你袂使讲哦，即个正手一直咧看病，一直互我无爽快，啊，甲伊剁掉的，卖伫啊，无可能嘛，你着接纳伊嘛，手疼也袂起来，你嘛是接纳伊啊，互伊继续留伫啊。啊，疼有时啊，疼就回去热敷嘛，想办法就是接纳嘛，就是接纳嘛。人拢是真有限的，真多代志咱毋知影啥物原因，也无法度改变。咱无应该对家己有过头的期待，也无应该对别人有过头的期待。啥叫过头的期待？过头的期待就是超过上帝计划的期待。因为假使连上帝的话语，连上帝都无法度用伊的话语来改变迄个人，连上帝都无法度用团体的快乐来塑造迄个人，甚至是连上帝都无法度用环境来调整、来锻炼迄个人。迄才是上帝，就是稳准迄个人，就是照安尼继续安尼来行的时阵。上帝要互伊远的，是之罪会互伊变直。上帝使用义的人，也使用不义的人。咱诚侪有限的人，咱实在是无法度来明白上帝计划，所以咱就应当放下无合伊的期待。因为过头的期待是自私，是骄傲，是有控制欲望的。最近有一个电视剧，我有看了伊的预告，伊讲，那个电视剧的它的名字叫做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。公式啊，我比较喜欢看公式的。它的那个剧就是你的孩子，你的囡仔，唔是你的囡仔。伊咧描写就是讲，咱做父母拢真爱塑造、控制咱的囡仔为倒一条路来去行。对细汉到大汉成长到成年嘛是同款。遐个人，遐个意思就是，囡仔是囡仔啦，囡仔是你的产业，总是对咱的信仰来讲，囡仔是上帝交代互咱来替伊来照顾的，总是咱就爱放手。所以每一个人属于家己的人生，每一个人拢爱家己甲上帝面对面，要保守家己的心，赢过保守一切。咱伫教会每一个人拢无共款，咱常常发现意见会无共，做法无共。咱有时啊，伫人的面前，甲伊有一寡意见，来建议讲啊，你应该安怎较好。迄才是甚至是伫背后来讨论讲啊，迄个人讲迄个人安怎都安怎。咱真意爱所有的代志，都会当照家己的意思来行。所以，当咱发现有侪代志讲用要失去控制，侪代志已经超过咱所会当接受的范围时阵，咱就想要来控制这个环境，来配合家己本身。总是今仔日的经文，上帝甲咱讲：行通有时，患难有时；行通有时，歪巧有时。就算讲有一个无合理你的意思的迄个起头。迄个起头可能就是有个人的做法你看袂过，总是伊无妨害大局。
当咱发现有一项代志实在是无合伫你的意思，迄个起头的时阵，咱是毋是会当更较谦卑，承认家己实在是真有限？安怎有限呢？承认咱家己，咱每一个人拢无法度完全来欣赏每一个人。是安怎？你袂当欣赏伊的做法？是安怎？你袂当尊重伊的做法？一定爱照你来做。这就是咱人的限制。咱就要承认家己的有限，咱无法度接纳，咱无法度欣赏。既然咱无法度欣赏所有人的做法，总是咱就降服于上帝的观念，就接纳现况，咱就爱接纳伊，接纳伊谦卑顺服伫主所安排的，安尼咱就会当有一个赢过即个情形的结局，有一个日光顶面的结局，因为咱的性命伫即个调整的过程的中间已经变做无共款，因为咱是定根伫日光顶面的上帝，毋是定根是咱所面对的迄个人，迄才是迄个环境。肢体中间加减拢会有无协调的所在，才会真正常。因为教会就是个有机体，是活的，毋是死的。生命起起落落，也是在所难免。有的人的生命可能行伫即个时阵，伊足好的，总是可能有时啊，咱会感觉讲，咱的生命可能到了一个我们属灵又有高峰又有低谷，起起落落在所难免。冲突有时，和平有时；冲突有时，和平有时。咱着不时提醒家己，毋通真做互人滑倒的人，也警醒家己，毋通遐尔简单就受到影响，着常常仰望日光顶面的上帝。约翰福音书第6章第21章遐有一段彼得和耶稣的对话。彼得对伫耶稣所听的迄个门徒约翰，大家拢知影讲迄是约翰。彼得对约翰的未来充满好奇，伊就问耶稣讲：耶稣，迄个你所听迄个门徒，伊后摆会安怎？耶稣就甲彼得讲：伊的未来如何和你无关系啦？你着专心问地我。共款即句话，耶稣今仔日来和咱讲，某物人安怎伊的未来和咱无关系，咱着专心问地耶稣，咱着专心问地主，咱的信仰是毋是会当莫受到环境的影响？每一个阶段，咱每一个阶段的结局，是毋是会当赢过万项事的起头？求主帮助咱劝勉家己，毋通将心思一直放伫咧想要安怎来控制别人的心情。但是上帝要互伊管的，咱也着继续保守咱的心，咱也着继续保守咱的心，欢喜献上家己，专心问地主。毋通因为某物人安怎就讲好啦，我莫做啊，还是讲安尼我莫来教会啊。无论上帝要互咱的环境发生啥物款的代志，咱着爱专心问地主，因为主的恩典甘也担当。咱咧带到一罐的是金、银、宝石，还是茶、草、油果的信仰咧？是日光下面行伊的信仰，还是日光顶面美好的信仰？我想，大人的心中一定已经拢有答案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因为上帝，我感谢你，赏赐圣神我的主帮助阮，伫得时不得时的时阵，愿意谦卑跪地，忠心服侍。恳求主圣神继续保守阮的心，保守阮头前的道路，互忧闷赢过欢喜，互吞忍赢过骄傲，互阮一生的结局通赢过阮出世的日子。阮安尼仰望祈祷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